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就會示範一個3分鐘眼線嘅過程，係啦。咁今日我就會揾一個男士去做一個示範。其實男士都比較適合做一個自然嘅隱形眼線，咁啊令到你會精神啲啦，係啦。咁我會簡單啲介紹我今日用嘅工具。呢一個係即棄，用完即棄一次性嘅針頭，係啦。另外呢一個咧就係一個一次性用完即棄嘅承載顏料嘅工具，咁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衞生嘅問題嘅。咁時間關係咧，咁我就已經幫佢搽咗一陣舒緩膏噶啦。咁稍後落嚟時間就可以幫佢做嘅。咁3分鐘眼線嘅過程咧，其實時間短啦，其實有咩好處咧？佢可以咧令到你開傷口破皮嘅時間咧減少，咁從而令到你咧上顏色啊嘅時間咧都會比較快啦，係啦，同埋你 keep 色嘅色澤都會比較持久嘅。咁以下時間我就會示範一次一個3分鐘眼線嘅過程啦。望望先。